以前是用受力，这个是这算是模型。以前是用受力，它会压过它。新年的該場嘅談論講解，準備要體驗傳統嘅做紙方式。工作人員團愛做成紙漿嘅測溫原料，並喺平台上。三輪新年嘅開始連輪送戰沙，利用戰沙嘅衝力，天天嘅團測溫沾原來。難得的經驗，新年嘅路聽到乃唔好，從輪愛送戰沙。本站各位測溫件愛拿來做成紙漿，香味含喺鐵醋，還要用到殺種球，種到韓國麵。像這樣就可以撈紙，這樣就可以撈紙，就可以撈了。對，打到香味這樣就可以撈，這樣子撈起來就會平。這樣子也可以撈，可是比較粗，這樣就夠細。新年嘅親身體驗傳統手工做紙嘅過程，付出勞力過後，對平時隨便攞拿嚟到嘅紙，都多為一份珍惜嘅感覺。家下哋做嘅老家嘅農作看面的話，用將做為出紙漿嘅感覺。第啊，頭擺做紙話按辛苦。唔啲，看人家做嘅時候，我感覺到輕鬆嘅感覺。家下擺用紙嘅時候，我珍惜嘅。我感覺佢係一隻當好嘅東西。我跟材料做出來較粗咩，而且要粘過，佢較油，你冇辦法用按粗嘅東西來烤來吹，按嚟吹，按嚟就會進入紙漿最後一個步驟。然後打面嘅時候就會將差唔多打到將按嚟油，按嚟就拉油，就都係流質嘅。在天嘅民間團體苗栗縣社區博物館發展協會，向我潛歸頭擺苗栗做紙產業團建議，整體3萬嘅推廣客家手工做紙，今前成立嘅客家手工紙教室，本民眾來體驗。下去，把完全進到起來。差不多就可以從一個角度慢慢實現，慢慢把它實現，這樣就好。不錯哎！事實上，苗栗縣三線地區嘅客家農民，頭擺如果利用做嘅高工業一條植物作為做紙嘅原料，做金圓紙，行路開到幾50公里遠嘅總共係地區頭份種南一條蔬菜來賣。地下種南，吼，嗰度係歸台灣嘅咁嘅金圓紙嘅集散地。拿出了後呢，開出了後呢，吼，讓來這個做切到一張一張的吼，讓來這個處理啦。不過台三線吼，一度係按到跳紙古道啦，講係用支付，吼，到同前時行看得到。跟係就是想講，做油吼，老社區係那做對結合嘅東西，老社區有關係嘅東西，故所我都讓我想講。個按自家獵到嘅本味啊，哈，是按多年了有做紙嘅經驗嘛，按是來吃做啊呀樣。行到附近嘅山牌，協會工作人員陳百元拍嚟叫腳。也係用來做紙嘅測溫原料，為紙種嘅品質把關。陳百元詳細嘅主題叫強項嘅聽呢。因為這個會影響品質，種亞種人就會分開來，壓類同壓管下來，搶做壓類來搶做壓管。苗栗縣太湖食堂乃就可能到位做嘅叫強南洋花，接嚟做一條測溫。路邊做協會拿來做紙嘅原料，一旦行進去吃，想要潛出新的方式。我們上次用這個煮2天，它的莖的部分，一直到葉子中間那一條，像竹葉子中間有那一條嘛，全部都唔能用，太硬。新輪嚟去做無天抽嘅成功，不過堅持用當地嘅素材，做出有客家種感覺嘅紙。協會人員講，也就係客家種做紙嘅精神。
人家他做嘛个会都有很多客家的字，就会跟他讲，我们这边随手可得，我们这一个庄随手可得的东西，就现在那里就看得到，都在哪里到，不是当一钱，不是发钱钱，不是出力，就是行到路上就看得到的东西，就拿来做，拿来吃。反正今日看到山中啊就用山中啊，看到高雄就用高雄安尼。原料采集归来，还要详细分类。囤高雄的叶被囤光分开，因为香味的粗幼无相同，做出来的籽咬起来的感觉也无同样。嗰所睇煮之前就要先分开处理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你头他们都煮过腻的就做对了，香煮过腻的就做对了，浸到水。简单的分类步骤，习惯很多体味，籽的质感团体性。高雄煮的过腻过后，还要紧蘸、紧砍、紧嚼、紧卤。虽然同样係蔬果，唔過使用的機器已經先進過到位。你睇白嘅係用嘅，老師傅使用嘅用烤、用锤的。像那样多，烤也烤唔得，这样是较先进的。本來係用來教育嘅機器，一下幼嫩高雄葉嘅香味。教過嘅高雄葉，再個用剪刀吞粗嘅香味，也被剪爛，再個用到本沙機打滅，就進入體味流質嘅階段呢。底巴的籽种要先搞匀，要先搅拌均匀哦。好诶，要流质的方式，下去的时候，底巴下面切在做唔得去傾到水，等下去要在高处下去，一定是90度以上。好诶，平来给它较平，他们都像安尼就会平均的，从后面看，佢每一搭的有尾巴。就會講那邊流會較同平均，唔會講有夾起安尼。流好嘅籽一種一種貼起來，才能脫水，再個拿到攞杯曬。寒天的日頭，行過蜜蜂競賽，大概5到7點鐘，一種手工籽就完成咧。迄6位数，你像那平迄6位数，我做出来的2种完全是冇同样。一種細細手工籽，唔單止幼嫩酥嘅穩土，還看得到太自然生長嘅奧妙。石潭跟6位數做出來的籽是老了太腐了方面做出來的籽是冇同樣。咧植物咧因為咧氣候的關係、樹工的關係也冇同樣。後生人的位置，老人家的位置，又有一些的冇同樣嘅樣型哈。但是說講，這種籽代表着很除了客家之外，還有客家精神之外呢，還有一個個人意義、個人故事的內涵。就是說，有一些人家採起來啊，做一副什麼採起來不要的，我們就把它像做好嘅手工籽搭配花布，詳細演繹。某一下尾就係一本書嘅幾好看嘅食譜嘅，自製各處嘅手工做籽，睇咖啡無停嘅試驗下，就出嚟嘅貼心研發出嚟各種各樣嘅周邊商品。唔單止係生活上佢使用嘅食譜嘅讓片刻別通，甚至係做出老師味嘅結婚證書，粗件簡單嘅燈器裝飾品，一條佢貼片嘅創意商品，如為客家做自己意，在創天意村。跟係都要清涼講，來清裂下體質、裂下材料，用裂下方式，來讓人老子來較好，本裂下人較好使用。個還有特殊嘅冇同樣嘅感覺樣。唔但將睇字項同腦筋，
郑秀云还同客家传统组织同沙器结合，同无爱的纸变做创作颜料，前来呼劝国小的学生向下睇沙器的白项，做立体纸浆白画，美化沙器环境，推荐彩体特色。新人的拿起半圆硬的纸浆，睇白项见搭见破，用纸浆囤画好的叶白，天天的过慢。用手捞起慢慢的染上去。有乜嘅特别要注意的素材吗？有啊，就是唔好要注意家己，有时候用较大，有的地方我用较大，有的地方我用较少。还要注意的係夾旁邊，唔好攞夾弄出去，超過旁邊先。利用紙漿呈現立體白化，上愛畫乜嘅就畫乜嘅，新人的尺度好高又貴氣。我们在学校都是用那个水彩笔或彩色笔，然后这次是亲自拿那个树枝做的，可以直接用手涂上去，有时候手还会用的彩色的，然后我们觉得很好玩，还会裹来裹去。客家做纸啊，是一种传统，学校传统的法通，但是对啊方面可能较少接触啊，因为有安尼机会啊，当然当支持的。重点是本这个客家字体，没了解讲客家做纸原来有那么多的不同的功效，比如讲也做白项做白画。無論係創意商品，也係行業沙器嘅紙漿白化，當然嘅這種變化，如係對本單最簡單嘅想法來嘅。協會一開始只係睇做彩體嘅文史調查，潛出苗栗彩體嘅組織故事，還有頭擺嘅組織方式。18米沙完整嘅重建嘅頭擺嘅組織數義，鄭秀雲希望鮮明嘅組織數義做得本發揚，甚至變做太湖客家莊嘅文化新產業。從印度安客家組織啊，是講用輕簡單的方式做出輕簡單的字，但是呢佢做得老字的特性等於講伊個材料的特性，規則的老佢講出來。從伊當年的高信用的想講係綠色生產之外，也係社區生產，等於說是社區文化產業的一環那我哋一直在打造一條文化的生產線。簡單的手工紙背後，寫嘅係頭擺苗栗組織的歷史，一步一步展現老師的組織書藝當中，看到嘅係彩體人對地方文化的堅持，各有變化奇妙的文化創意商品，如有一定對家鄉的熱情同想象力。一種表面粗粗、素素的手工紙，本人感受到獨特又真實的情感。